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邓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琪。小邓老师，今天我们摄影棚又好热闹哦。我们今天的单元应该是要介绍客家传统歌谣吧？哈哈，冇错哦。原本也好好自家天时好嘢，你爱来老观众朋友嚟介绍客家传统嘅散狗子。散狗子，什么是散狗子？散狗子啊，要用人称作係散狗子哦。佢係由老散狗演變過來嘅哦。你客家散狗啊，要用人講傳統客家散派票。所以你嘅好客自家天時好嘢，是介紹過老散狗，根本嘅你出來介紹傳統嘅客家散派票嘅散狗子。所以呢，台灣啊，一般人還係以散狗來作為客家民謠嘅稱呼，要有人講採茶狗，也係講9強18條。哦，聽起來好有意思哦。係啊，採茶狗係因為客家民謠老三角採茶戲，也就係客家傳統戲曲密不可分9強18條。係形容客家嘅民謠曲調多，內容當豐富。不過吃到出模樣裊裊嘅鄉土味，散狗嘅講法係有意思。散狗呢，佢係一種口唱嘅文學，所有嘅言、詞、詩、詞等等，都做得用青年詩句來嘅形式直接來唱出來。客家的傳統山歌真的很有文學性誒。記得之前我們節目就有介紹過老山歌，也是講求一句7個字，4句呢就成一首山歌。小琴實在很強哦，錯。你講過散狗子呢，佢係由老散狗來變化過來嘅，佢嘅節奏呢就由客家地位哦，做唔到像老散狗咁樣嘅唱法咁樣嗬，隨意來唱。散狗子也同樣，佢係曲調古甜，我嘅歌詞啊就冇限聽。哦，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來聽散狗子的歌曲咯。冇問題啊！在你彈散狗子嘅歌曲之前呢，你要先嚟介紹歌詞哦。好。你下出嚟介紹散狗子嘅歌詞哦。客家散狗嘅傳統嘅散狗呢，佢係當有文學性嘅，佢嘅結構呢，老叻嘅題材啊。同樣係講求押韻哦，每一首都有詩句，每一句都係7隻詩，總共也係28隻詩。根本你來介紹兩個散狗子嘅歌詞就係：日落西山天安望，點起古燈照古房。日裏上妹唔得暗，夜裏上妹難得講。阿哥有意沒有心，鐵창羅神燒下陣。阿哥係仙沒係真，真行散步先來情。哇，這根本就是一首情詩嘛！係啊，呢首歌詞啊，就係描寫男唔同出腳嘅情愛，客家歌嘅情意是也係錯了的。時間嘅關係，你就先來彈散狗子嘅散歌咯。